住喺山入邊，瞓住睇日出，坐熱氣球，食農家菜，逛小漁村，睇千里江山圖，4日3夜家庭小包團線路嚟啦！香港高鐵最快1個鐘18分鐘即可到達青苑高鐵站。到達青苑後，我哋會安排司機過嚟接你，開啟4日3夜嘅度假旅遊行程。第一站前往青苑農莊打卡超紅嘅桑拿雞桑拿牛，下午徒步小漁村古棧道，喺江邊嘆一杯咖啡欣賞日落。晚上前往私房菜品嘗清遠雞鵝宴，晚餐後入住負離子滿滿嘅北架山居，早上漫步喺北架山景區，享受大自然風景，呼吸新鮮嘅空氣。中午前往本地最多人去嘅山卡拉尋找地道美食，下午嚟到有廣東小桂林之稱嘅楓林畫廊，仲可以坐上熱氣球俯瞰成個小鎮。晚上入住田園民宿，早上可以直接喺房間入邊欣賞日出。第3日上晝可以參觀最美茶園，遠看千里江山圖。午餐後前往洞天星景，睇華南第一天坑奇觀。晚上返民宿休息。第4日上晝遊玩楓林小鎮，坐上小火車穿梭喺萬花叢中。午餐後返高鐵站。呢條休閒度假嘅線路你中意嗎？如果需要家庭包團嘅，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聽。